好，中党局势紧张，总统赖清德昨暗伫咧社群平台表示，已经有听国安团队报告上新的状况，咱政府会密切关注，启动机制来应变，确保当地国人有安全。也外务指出讲，目前伫咧中东地区的侨民，甲台湾人大约是3000人，人拢平安。现阶段暂时无撤侨的计划，也即卖以色列甲伊朗理由警示是红色，赶紧离境，咱国人唔通去。 原本正伫参加暗顿航空警报告打那，住伫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台湾人约阿米翕到当时状况。因为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了后，伊朗也随对以色列来展开报复。 从昨天到现在，应该就已经11次了。因为光是今天早上就是早上2点、早上6点、早上7点、早上9点，今天就已经跑了4次了。到礼拜1的晚上8点钟，就是维持不上班、不上课，然后只有必要的活动。 约阿米讲，一暗一家人至少走11摆防空河，也讲以色列政府早就有准备啊。伊有中东地区搁再修建，总统赖清德礼拜暗时发文讲，国安团队已经随汇报上新的状况，继续掌握当地精神发展，并且指出政府已经启动相关应变机制，确保咱国民众伫当地安全。我们跟主要跟相关的一些民主友盟国家也保持高度的联系。 希望能够完全掌握到国人的各种需求。根据外交部掌握，伫中东地区的咱国侨民甲民众大约有3000多人，伫以色列的有262个，也有伊朗4个，即阵拢平安，也暂时无撤离侨胞的规划。虽然目前中东地区多国空域仍关闭，但由于这一次伊朗攻击目标主要是针对当地的美军基地，非广泛攻击平民或民用设施，所以现阶段暂无撤侨规划。 不过，外交部会持续密切关注区域情势变化，以滚动式检讨，并采取因应措施。外交部也呼吁民众最近暂时莫去相关的国家，并且甲以色列全境的旅游警示对感染色避免前往，调整将做红色，应该赶紧来离境。伊朗的政府也维持红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